你又試下回答呢條 guesstimate question。How many babies are born in Hong Kong each year？ 哇，咁難啊，唔係即刻答到啊，不過我試下估下先啦。唔緊要，慢慢嚟，我哋可以逐步拆解。好啊，我諗住用香港嘅總人口開始計起，香港大約有730萬人，係咪？呢個係一個好嘅起點，然後呢？咁假設一半係男人，一半係女人，即係365萬女性。好合理嘅假設呢？咁女性當中唔係全部都會生仔喎，點算？咁我再細分不同嘅年齡層。我假設香港人平均壽命係80歲，然後將女性劃分為8個年齡層，0至10歲、10至20歲咁樣。一個年齡層平均大約有365萬除8，亦即係456250人。啱，繼續講。20至30歲同30至40歲嘅女性最適合生仔，咁即係2個年齡層，一共有912500個女性係適齡生育。步驟清晰啊，咁下一步呢？但係唔係所有女性都會結婚或者生仔。我所認識嘅人當中，有一半都唔願結婚，結咗婚嘅有一半又唔願意生仔，所以我假設一半女性會結婚，咁就剩翻912500除2，等於456250個已婚女性。好，繼續推測。